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4年11月20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篇，撒迦利亚书12章第1节到13章的第1节，马可福音13章第9节到23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灾难。秋天、冬天是台湾地区或者是讲大洋的东岸，北风较强烈的时期。因为安尼，所以进入秋天了后，属于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风台就应该比较少。但是今年真特别，咱的天气非常的无正常。毋知影是因为东北季风伤过弱，还是热带性的低气压犹原阁真强。到伫入冬11月初7以后，犹原有风台进入伫台湾。毋但安尼，阁有4个热带性低气压相时来形成。这个时期的风台一旦是进入伫台湾，还是影响到台湾。无论是强烈的中度的还是轻度的风台呢，对台湾的影响拢会真大，带来真大的灾难性的这个灾害。撒迦利亚书12章第1节规章的经文安尼讲是上主有关以色列的启示，甲天开，建立大地的根基，创造人性命的上主安尼讲，我要互耶路撒冷成做一杯酒，互四围这个国家啉甲醉。耶路撒冷受围困的时阵，犹大全地嘛会受到攻击。这个国家组织来攻击的时，我要互耶路撒冷做东的石头。要互耶伊的人拢受到重伤。上主讲，伫迄日，我要拍所有的马，互因着惊，互骑马的掠狂。我要踢开目睭看顾犹大家，拍列国的马，互因无看见。犹大的族长心内安尼讲。耶路撒冷的子民是阮的溃烂，因为因倚靠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因的上帝。伫迄日，我要互犹大的族长亲像插队中的火种，亲像麦角顶的火把，因会烧对倒平正平，将四围的列国消灭。耶路撒冷会伫原来所在坚固徛在。上主要大声拯救犹大的布皮，才免大必王朝的荣光，甲耶路撒冷子民的荣光赢过犹大。伫迄日，上主要保护耶路撒冷的子民，安尼因中间正会亲像大必遐尼勇猛。大必的王朝会亲像上帝，就是上主的使者伫头前引带因。迄日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，我一定要甲因消灭。我要将人民甲祈求的神摒落互大必的后代甲耶路撒冷的子民。因要仰望我，就是因插死迄位，搁要为着伊哀哭，亲像人为着孤囝哀哭，佮为着伊忧苦，亲像人为着失落大囝忧苦。伫迄日，耶路撒冷有大哀哭，亲像伫米吉多平原的哈达人们的哀哭。全国每一家拢会哀哭，大别家、拿单家、利未家、示每家，甲其他所有的家族，拢逐个做一堆，男女分开哀哭。
无接受上帝，就亲像安尼来面对灾难共款，来面对迄个痛苦，亲像失去家人共款的哀伤。对因来讲，生活就变成做灾难。爱我靠上帝，耶稣基督伊嘛是安尼来提醒军队者啦，着爱谨慎，着爱谨慎，因为将来呢，要爱面对被陷害、被送到议会、受到鞭拍，搁接受审判。马可福音13章第9节到23节，安尼讲，恁家己着谨慎，恁会互人交伫议会，伫会堂受鞭拍，恁会为着我的缘故，伫总督甲君王的面前对因做见证。毋过福音一定着大声传互万民。因甲恁掠去交互法庭的时，毋免生烦恼，要讲什么？迄时恁得到什么指示，就照安尼去讲。因为伫讲的毋是恁家己，是圣神。兄弟会出卖兄弟，互伊死；老爸嘛会安尼对待囝儿，囝儿会起来攻击爸母，甲因害死。恁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愤。毋过忍耐到最后的人会得到救。当恁看到迄个可恶的毁灭者，徛伫毋应该徛的所在，读的人着爱明白即句话的意思。迄时伫犹太的人着爱走去山内，伫厝顶的毋通落来。嘛毋通入去厝内摕物件，伫远里的毋通倒转去遐外衫。伫遐日子有神印的，甲互婴仔食奶的妇人人非常的不幸。着祈祷这个代志才会免伫冬天发生，因为伫遐日子特别有灾难，是对上帝创造万物以来毋捌有的。将来嘛袂阁有，主若无减少遐日子，无人会当得到救。毋过为着伊所敬的选民，已经有减少遐的日子。迄时若有人甲恁讲，恁看基督伫遮，还是讲恁看伊伫遐，毋通相信，因为有一寡假基督甲假先知会出现，惊神者技术。哪会当连选民拢要甲因卖血？着谨慎，我已经将一切拢先甲恁讲啊。经文的中间有言着将来所要拄着的困境灾难，嘛因为安尼，军队才着需要谨慎，免得入伫即个假基督甲假先知错误的影响。着爱牵调伫主，倚靠伫主，恳求主的保守。诗篇13篇，上主啊，你袂记得我要偌久，是到永远是无？你明我早毋看我要偌久，我忍受痛苦，规日心忧伤，着到偌久？我会对着歌声赢过我，着到偌久？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答我，互我的目睭金金，才免得我困到死去，才免得我会对着讲我较赢伊，才免我会对着对我失败的事欢喜。毋过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为你的拯救快乐。我要唱歌称赞上主。因为伊用丰盛的恩典对待我，恳求上帝帮助阮来随时来警醒，无受到末世这假先知假教师的影响，保守阮无拄到灾难，靠主来得到保守。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